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白银的计数波动甲真厉害。中央银行发行每年生成的套币，虽然是有史以来卖上贵的，也是互抢买了了。啊，讲有部分的民众是转向购买永年发行的套币，不过都惊有人会用俗价来买入，啊涨高价来卖出，所以中央银行是甲其他生锈库存的套币紧急回收，无爱互人买咯。 央行每年生成的纪念币，正面是骏马奔腾，倒面是台北101的跨年宴会。因为银的计数起价关系，这个计数创下历史以来新高点，一套2450块。大家嘛伤济买，市面上计数已经起到4000到4500，嘛是红扫了了。 买无每年的套币，民众买别个生成的纪念币，致使其他的套币嘛拢起价。兔年的套币原价1800块，市面上的计数是3800；龙年原价1900块，市面上计数是5000至6000块。蛇年的套币嘛拢起价。买套币的人增加了非常的多，很多人把别的收藏品卖掉，转而来收藏这个套币。 我看这个热度，现在开始起码有10年、8年的时间。最近贵金属的计数变化真大，白银的计数1月份每盎司上加71块4的美金，上悬来到121块6的美金，变化超过70%。央行为了防止出现套利的空间，已经紧急回收库存的生成的套币，总共几万宗。第一次发生，我们就后来通知邮局，在12月20号前后，请他们下架了。 央行表示讲，未阁提出来卖啊，会送到中央印制厂，当作未来做银胶的原料。啊，这旧的银币敢会有起价空间？这就无得确啊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